下下文好彩都帶佢奶雜婆問了家人，婆言是國小先生，歇下帶種啦，本樣片語音合成成夢，國立陽明交通大學人工智能語音研發中心技術支持。好食嘅泡菜，啲新竹縣嘅竹東，北埔也到客家莊頭站蠻出名。嘅位嘅人當會撈各種青菜、香菜、番薯、鳳菜頭、牛蒡，也到拿去溫到麵粉溝嘅後，再用燒油去料理過，就會變成香、酥、脆沙沙都好食嘅客家泡菜。聽講可能係因為是由呢度客人嘅阿婆將會做一種嘅菜，故所將會本人喊做泡菜，泡菜好食嘅泡菜。不過按樣人嘅講法，唔敢會相信到底呢度泡菜嘅泡愛用板寫真好，愛用奶雜泡真錯。呢台灣人應當沙沙都知。宜蘭縣三星鄉最出名嘅名產小食係用三星蔥做嘅蔥油餅，用燒油去煎過後，食材會本人都唔掉，上到就會好爛水白白碟嘅蔥油餅之外，還有一種名產小食，就係老刺嘅生豬肉料切成一條一條嘅細肉條，過去溫到麵粉溝嘅後。再拿去用燒油去炸，味真蠻香酥，且個好食。且天然按做薄肉，係勞動到太平山時間嘅林業鐵路半路巷嘅田送比火車頭附近來耶。另外，日本還有一種聽到太行海時代嘅西方歐洲葡萄牙嘅天主教傳教士。坐船的個非洲最南邊，比個污水橋還更危險，漂洋過海來到呢東方世界嘅食物，就是個到非島上愛傳教本日本人，因為上愛上基到日本人去天主教教堂聽福音，所以做出一種用魚漿、肉漿撈麵粉漿，要強下以後。研做扁扁一塊一塊，再拿去用燒油去炸過嘅食物。也到葡萄牙傳教士從頭地基督嘅教堂頭前，見人就近喊地波拉，地波拉順沙本嘅道行落去教堂嘅人，沙沙都有一塊香撲撲嘅地波拉好食。過後日本人就留嘅種食物按做甜不拉。傳到呢台灣以後，漢字就改寫做天婦羅。也種西方傳教士用食物來向人去宣教，聽福音嘅講法，行起來當像呢一組對天主教、基督教也到西方14教嘅印象，因為係行去教堂聽福音結束以後，就會有餅乾、麵包好食。莫是會有麵粉好涼，麵粉交叉變成呢客人對嘅道宗教嘅另外一種看法。其實地波拉這種食物頭個沒有聽到來台灣建立越南雜寶、普羅民雜寶、台灣第一個老明朝人、日本人。台灣人出名平埔族做生意嘅荷蘭東印度公司基督，向下傳到呢台灣南部，就係一下太七家親好食嘅土托魚羹地度，基督先用麵粉溝嘅嗰個，再用燒油炸過嘅土托唔屈。另外，呢個年時節打嘅甜板，做唔得全部食得。愛留一道冰到天穿日，因為嘅日愛撈五個天數補天，客人就會撈甜板切做一塊一塊，拿去嗰道麵粉溝嘅後，再用燒油去泡過。等佢泡起來以後，再留起來，
老油比特就是好食嘅葡甜品，做得拿去拜和娘娘，本其好補天當嘅冷空用。拜術以後，張領導安利也都細食嘅細骨，細麻來食也都好了。故說葡菜嘅葡，到底係哪隻葡？係葡卜，也係葡啊？全唔係，因為佢天初愛用小油去葡，等到葡熟咧，葡起來真做得。故說也下建議愛用火絲片嘅葡，寫做葡菜蒸醋。一張相片係客家葡菜作材料加鹽烚香。一張相片係客家葡菜作材料加鹽烚香。一張相片係客家葡菜作材料加鹽烚香。神蒙太切家嘅書刊本樣片係講下按神器拼圖製作，而因做得合成，特別愛感謝下維護而因資料庫。老國立陽明交通大學人工智慧而因研發中心嘅開發同資源。神蒙按知識有中意請分享，還愛拜託大家開再講客話，傳承客文化。